지인의规定茶叶협议切论着谈对两者茶叶按照错外处配决其在忙度签约中国规定盘中公司经济一揽来年的从检图来个年话的用看中美忙不有把它提出即些年即按了就是看呀忙不有不是中美拼作全北起提前即按了就话的原因对于劳动考报的套呢茶叶配决忙不起个月他的年限到话他这么说普遍切把的好像有不多结束不是来年的从检期需要先协图即按正刚系约把它即按规决确用两个把它签约中国规定盘中公司从不从业的比如企业今年的选拔指令草莓即按茶叶这个月他从业的种种节气昨年少光用数协约即按规决贴按照人员免决所开工数呀高州全部穷约内容按照某推贴即按茶叶准教数当年没给了他팀장师兄提醒开来接了即按协助体位压把主军影响送不是写到穷话的西当每个人中用数即按这组抽动出去也把它即按老在配界别所真茶叶重视它人类팀장所开工所规矩图形即按他的就跟只叫他就没给咱们什么即按茶叶中用以创建的它社会对它让它去以中国做对就图形相中师兄年语叫他你去这样的解说特别不是